让村里人特别羡慕。你说你老婆平时以前关系好不好呢？以前关系好，一直都比较好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1995年的一天，杨家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我正好那天在家，好，我看到主要是亲戚噻，我在老友那里见的。杨开山口中所说的客人名叫王学全，是妻子罗德华的表哥。杨开山以前呢，只在丈母娘家里见过几面，亲戚远道而来，这让杨开山是格外的高兴。可是呢，正巧就在这个时候，单位却来了电话，让杨开山马上去出差。那就是第一次我挺难的，他们下午我又要走，我又咋的去打扫，这个大家就是走的，这个是又是亲戚的，我也有亲戚嘛，当时我把人拿出这个我就走了。可是杨开山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前脚刚一走，家里便出事儿了。家里一直我都不好，一直都是上个月的，那时候那个又是很差点洗药，那时候念那些老说的，新名叫新的。原来罗德华和王学全虽是亲戚，可二人的关系却非同一般。罗德华曾经和死者王学全耍过一段时间的这个，实际上也是一个表兄弟关系，但后来个还没耍成。杨开山就和罗德华结了婚，死者王学全也去结了婚。那时的，那时候我睡在那个就是说在一户就是说在那个在那心里中啊，这个一直的。罗德华和王学全这对初恋情人，就像干柴烈火一般，往日的旧爱在二人之间熊熊燃烧。不知道和你这个发生了关系。那当时你心头咋想的？我就是没去想。那个时候你觉得有没得对不起自己丈夫啊？那种想法是有嘛，但是为啥子不？几天过后，杨开山却意外地收到了平生以来第一封书信。我那天出去以后特别高兴起来，老公要不洗那个，我回去这个我经常就要洗那洗，我洗不清楚呀，他就可能他有点差，他就比我跑得快，不转。他跑得快，越洗他跑得快，你想，他就不得跑远，我就把这个洗单独就是黑的。你说啥？我只为给哥哥做了啥？我是法国的。夫妻二人我们带3张相，婚后的抢着要但他给我们拿回来，哪有2个星期？你高兴吗？高兴，非常的高兴。在讲呢。这里没有文字的嘛？你在拍啥子嘛？他对这个事情是很有心机的。再大说这个事情还是与我密切相关的嘛。那我错吧，就应该走。只是不想让大家尴尬，有啥子好奇怪的嘛？法官，你看嘛，他自己都已经承认了，他这个人不仅把钱看得很重要，而且对娃娃也不是的好好。姓杨的，你自己说，你平时不是的打牌就是抽烟，娃娃跟到你哪儿学得好嘛？娃娃是绝对不能跟到他这种人的。你不要听他乱说。我承认，我平时由于工作的原因很少在成都，信小呢我也管得少，娃娃平时都是他妈在管，但是我还是很爱信小的，只是这个老太婆横竖看我不顺眼，我平时随便我做啥子，她就说我没点好心。爸爸，我要吃冰淇淋。我照样买冰淇淋。要吃个冰淇淋，恼火，行行，我给你买，我给你买哈，宝贝儿，来。不要给他灌死了。哎，咋个走了呢？我有。对吧？真是。咋么高兴哟？
你看，你说我这个继父好难当嘛？我对娃儿好点儿，就说我第一爱。哦，我对他严厉点儿了，就说我对欣欣不好。你对欣欣好不好？你个人心头晓得，还要我说？哎，那好，那把欣欣找来噻，问下他到底我对他好不好？法官，我看到电视上，人家都可以把娃娃找起来问娃娃的意见的嘛，要不然我们把欣欣找起来嘛。已经交了些欣欣不好的，要不呢你就将就他，他肯定愿意跟到你噻。原告，你为啥好大了6岁半了。根据我们国家法的规定，10岁以下的小孩一般不考虑他的意见。听到没有，法官？他有很多的恶习，又不经常又不在成都，哎，咋个好照顾娃娃嘛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这个只是暂时的嘛。我当业务代表，我肯定要经常出差噻。况且我每次出去，我还给娃娃带了礼物，那就说明我有好爱欣欣了噻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是不是1碗水端平了嘛？好，再问啥？小杨你回来了。娟娟呢？娟娟上班去了。哎，你这大包小包的拿了些啥子哦？这个是我给你带点土特产，这个是给你妈你的。这还有，这个是给那个欣欣儿。哎，这个是给娟娟的。那怎么个爱？我给我们同事带的一点，我都带下午等下去拿一下的。把这些东西拿到那个纸面上哈。妈就跟着那个。你说你带给公司头的同事的，哎，那你同事哪儿需要到邮局去寄嘛？后来我才晓得，他是寄到广东那家亲生儿子的，他从来就没有把欣欣当成自己的。我就是怕你东想西想的，我才编这些善意的谎言。哎，况且欣欣嘛，我每天都看得到。我那个娃娃，我1年都才只见到1回，所以呢，我又给他买了点儿。只不过因为我的娃娃呢要比欣欣大些，所以说可能买的东西看起较多些。你就不要在法官面前再演戏了。你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这笔保险金啊？法官，其实让我最后下定决心的还是在2个月前，他有一天给我说的那个话。他来找你跟你说啥子事情呢？那个时候是娟娟刚走了3天，他才从外地赶回来。妈，你看这娟娟出事了，我还是给单位请了几天假，回来跟他聊一下后事。娟娟烧都烧了，你还快聊的啥子嘛？哎妈，不要这个样子嘛！娟娟出事了，你和欣欣更要人照顾噻。我不要你照顾，你把那个欣欣照顾好就是了。妈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情。这儿娟娟走了，我想把欣欣带出去住。这个娃儿小，天天在这儿看到这些环境，想妈天的人福。出去换个环境呢，对他好点儿。反正我们隔个3、5天就来看一下你嘛。珊珊，你要把他接出去？哎，接到你那个出租房后去住啊？哦不，我晓得出租房对他不好。我想的是，我这儿有公积金，我想先给他按揭套房子。要是你愿意，你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噻，我把这个房子租出去。哪那么多钱来付手续款呢？妈，你看啊，这儿之前不是娟娟买了份保险，受益人是欣欣儿。我想到，反正现在欣欣儿还小嘛，我就把那个钱拿来首付。耶，姓杨的，你也太绝了嘛！娟娟才走了好久，你就打起欣欣的主意了？你这有啥子话？我是
信管大不了吗？哎，房子买了，我给他写上新小的名字嘛。哎，这下你总放心了嘛。你少来，我还不晓得你。这个钱是花，欣欣要读书用的。我们又不是啥子大户人家，硬是要去惠州读下子啊。读啥子书要得到几十万。这个钱只能用到欣欣身上。你要想买房子吗？我们想办法，还好意思？这咋不好意思呢？我是他爸。你只是他继父而已，我是他的婆辈，我是不准你动那个钱呀。我跟你说清楚，我是他的监护人，这个钱我想动就动。他也在跟你说。我并不像他说的是那种掉到钱眼里头的人。哎，如果真的为了娃娃好，我无所谓啊。只是呢，我觉得娃娃可能跟到娃娃比跟到这些婆婆爷爷的好。况且现在娃娃失去母亲了，更需要父爱。啥子叫跟到你才好哦？何况你经常都不在成都，你咋个照顾娃娃嘛？这个才是我申请要我来照顾娃娃的理由噻。第一，我虽然经常在外地工作，但我不是一直都住外，我现在可以申请调回成都。明天不读书啊？那么，你明天不读书啊？我也可以那你不睡觉啊？我们留到的钱做点啥子小生意噻？这样子。多点钟就起床了，起做啥子？坐广播汽车。我刚才为了安人跑一圈。那你做啥子？6点钟没走起来，8点钟上课了嘛？你就是算要到了监护权，你不能用这笔钱。我又抽了。只要他不杨雨欣一般的。杨雨欣一般的吗？啊。我的2年级嘛，你呢？你那高，你高一个年级啊？哇，好干净！这不是真的干净。威猛先生，看，还残留细菌。全新威猛先生清洁消毒液，清洁消毒2合1，有效杀死99.9%的细菌。除垢杀菌就找我，威猛先生科技除蚊垢。下雨了，感觉真无聊。来点自然活力吧，美剧活力场，更加有趣的阳光火热，感受自然生机。自然活出生机，来自美之源。店长没有意思，是因为弹力蛋白100分，弹。完美弹力蛋白眼睛滑，弹着李伟伟，弹。我是爸爸，宝贝，你听到了吗9点钟去下自习是吧？爱加奶粉，100%精华原料，我听到了。宝贝之语音专家贝因美，还行，怎么行啊？喝就喝原叶，给你鲜爽茶滋味，坚持100%选用真正茶叶泡制，原叶绿茶、原叶冰红茶。1.25升大包装上市了。慢性咽炎就用无肽牌咽炎片，无肽牌咽炎片专业治疗慢性咽炎。无肽感康，值得信赖。时间在变，选择不变。无肽集团。能源过度使用，地球不堪重负。美的直流变频空调，节能千家万户，呵护美丽地球。买变频选美的。美的美丽，2种情况。闻一下啊，有。